姊妹大家平安。今仔日开始，咱就进入大港节期。这个日子对咱来讲非常的重要，因为教会节期的算法，毋是对1月1号开始算起。咱伫这个世界有西元的历，有中华民国的历，总是教会历是对大港节算起。因为有耶稣的出世，所以咱人类历史才开始有意义。所以第一个大港节期。大港主日是上接近11月30号的迄个主日，所以就是今仔日。然后经过4个主日了后，就是耶稣出世的圣诞节。所以咱毋若是庆祝圣诞节迄天尔，咱是用1个月的时间，互信徒会当准备心来迎基督耶稣的出世。所以基督徒伫过圣诞节，毋是讲咱咧想讲咱要表演什么节目，咱要准备什么圣诞的礼物，咱要食什么圣诞的大餐。是按咱爱来思考，第一就是耶稣成做基督，基督的意思就是救主，耶稣要成做救主降临这个世界。第二，为着要迎接耶稣，所以咱信徒爱用欢喜、期待、渴慕的心，渴慕主的拯救来陪伴咱的心。第三，耶稣要用审判主的形象来临，所以咱嘛爱用完全的悔改来迎接。第四，耶稣的来临是100个。一定原日也要搁来，所以拄啊好，咱今仔日伫进行到何西阿书的上尾章，伫咱今仔日第一大港主日，咱读起来是非常有意思。因为当时的以色列，甲咱的时间点拢已经近啦，是啥物时间点咧？何西阿先知伫以色列伫要灭国的前10几年，伊出来做先知。这10几年的时间，伊用伊的婚姻，用伊家庭生活来应这以色列人来启示上帝的呼吁。嘛讲这以色列人毋通干那注重发财，就是注重外交各方这物件尔。上重要就是爱离开偶像的崇拜，爱转来到上帝面前。但是先知讲10几年，以色列人无改变，所以上帝审判就渐渐临到。咱知影，伫主前700几年，以色列人就互亚述来毁灭。毋过，先知幽怨尽职，伫国家伫要毁灭的时，嘛是伫遐极力伫遐呼吁讲：以色列人，你着倒转来归上主你的上帝，因为你对你的罪来跋倒。遐日即满头拄讲，咱的时甲以色列人会共款，咱的时间点拢到啊。咱的时间点是伫倒位咧？咱拢知影主耶稣也得要来啊。虽然咱毋知影是倒一日，但是咱知影主的日已经近啦。因为伫马太、马可、路加拢有记载讲，耶稣的学生来问耶稣：耶稣啊，你要来的日，甲世界终结的日，有啥物苗头无？所以耶稣伫遐回答因讲：着谨慎，免你受迷惑，因为要有侪人托我的名来讲，我就是基督，佮讲时分啦，你毋通去缀因。你毋要听起交际甲扰乱的事，迄时毋要惊吓，因为这个代志的确在身有，总是越期要无能比较。百姓要起来攻击百姓，国也要起来攻击国，地要大地动，也侪所在有饥荒、瘟疫，对天理也要有通听的伤，甲大的心业。这事的代志，人要下手掠你，捆着你，将你交伫会堂甲监牢，也为着我的名带恁到敌君王官府面前。而且兄弟姊妹，咱看这情形，咱看咱即时生活的世界，毋就是充满圣经耶稣所讲的这个事吗？咱有真侪异端出现，有假预言出现，伫遐讲伊就是基督，嘛有讲即个上帝要毁灭世界的时间已经到，咱伫这几年，伫进前到现在，咱不断听起这个假的预言。咱嘛看见，伫咱的世界有真侪的战乱，有真侪的天灾、地动这个代志发生。另外，伫世界掌权的魔鬼，嘛会惊，互咱感觉真稀奇，去引咱的这个代志。另外，咱嘛看见，哪来哪侪人因为信仰受到迫害，互关家。所以咱看见这代志拢是上帝互咱的警告，表明咱已经伫行往末世的时。总是咱毋知影迄时是啥物时，因为迄时是啥物时无人知。毋过当耶稣过来，也就是审判来临的日子。所以咱想讲，当时的以色列人有这先知来成做因的提醒。今仔日咱咧，阁有人要提醒咱咧。今仔日咱的时代虽然咱无先知，
但是咱每一个人拢会当去读上帝的话，就是圣经。规本圣经拢是上帝启示，所以我们兄弟姊妹会当去较济，会当去读圣经，知影上帝伫即个时代要向咱讲的话是啥物。咱嘛会当伫即个时代保持警醒。若上帝无欢喜的，咱爱认罪，爱悔改，回应伊。咱千万毋通亲像遮以色列人，想讲外表披一领顶片的外衫，但是实际上咱用伊来安插咱内心的躯体。所以咱看伫今仔日经文，何西阿先知伫遮提醒，伫遮教示以色列人，讲因的悔改，因的忏悔是爱有行动的。而且伊讲，求你赦免阮拢总的罪，因恩典遮目款，阮就要用喙学乐来代替心礼，眼术话话救阮，阮无搁徛马，也无搁对阮的手所做会讲，你是阮的上帝。而且咱看见几项的事。先你爱因伫祈祷的内面求上帝的赦免，并且爱放弃过去因所倚靠遮军事、遮外交，爱离开伊伫遮拜遮外邦人的偶像。所以咱看见先你伫遮讲，悔改是爱有具体的行动，毋是一个模糊的地带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来认罪咧。今日咱来认罪，咱就是讲上帝你知影我犯的罪，所以我毋免讲你嘛知。所以咱定是讲一句讲上帝求你赦免我，然后咱就倒落去困啊。兄弟姊妹，请咱想看觅，有当时咱会去触犯着别人，咱会做别人无欢喜的代志时，当咱恳求伊的原谅，咱一定是非常诚恳，非常变成毋茫讲即个人会当原谅我。咱对人就是安尼啊。好好，咱对的是专利，捌咱上亲的上帝咧。所以咱的认罪爱非常的具体，知影咱伫什么代志顶面来得罪上帝。所以一个主教，华伯顿主教伊安尼讲，基督教的信仰是关乎迄个细节的，就是讲咱的认罪是爱非常细节的，互咱知影咱伫什么事顶面得罪上帝。遮会比咱献上千千万万，搁较会互上帝欢喜。另外，伫遮先知嘛提醒咱讲，咱爱离开过去咱所倚靠的。过去你可能靠钱、靠人、靠家己的才调，但是遮拢爱放离，专心倚靠上帝。所以咱看见认罪这项事实在是无简单，因为伊包括内在意志的认罪。包括外在行动的认罪，即真学得做会到。但是有一个诗人叫 Dora Greenwell， 伊安尼写：伊愿我分开进前，我活伫罪恶孤单中。伊愿用迄个顶份的手担当我的名，将我的名刻伫伊的心上。听候，我的心咧听候，正缘担伫伊顶到头的迄位。我虽然久久听候，但是无互放失。我全面的神是自主的神，学城门啊拍开，带着永远的大能，我的主，周观天，徛对日，我久长的捆绑已经得到讨伐。所以，伫遮互咱看见诗人伊所写的就是啥？当咱离开罪，当咱互上帝就主耶稣伫十字架顶面的赦罪来洗清咱的罪时。咱久长以来捆绑，就要得到讨伐。兄弟姊妹，这个讨伐毋是任何人会当互你的，这个讨伐毋是任何钱财会当买会到的。总是当咱来到主耶稣面前，伊就要互咱安尼一个讨伐。另外，咱嘛毋免烦恼讲上帝敢会赦免我的罪，上帝敢会知影讲你这个罪我无要赦免，你迄个罪我要赦免，上帝敢有分安尼？伫约翰一书1章第9节，咱非常熟的一段经文讲，咱若认家己的罪，上帝是真实公义，要赦免咱的罪，洗除咱拢总的不义。而且是一句肯定的宣告：上帝要赦免，上帝遮欢喜是讲必要，上帝一定会赦免你。上帝无看你犯什么罪，才要决定是毋是要赦免。当咱愿意深深悔改，上帝一定要赦免。所以咱看见伫遮何西阿书内面，先知一再呼吁，
以色列人就爱把握认罪悔改的机会，甚至伊呼吁到落尾，以色列特别灭国啊，伊嘛伫遐呼吁。身体的呼吁，毋是讲哎呀，以色列人咱就避免，咱伫遐来祈祷，避免将来的灾会来临，毋是，因为身体知影灾会要来临嘛。总是身体嘛提醒因，一再爱认罪，爱祈祷，爱悔改，因为透过这认罪悔改，互因会当看见家己有限，无搁看见这外交，无看见这外邦，无看见这魔障。透过认罪悔改，会当来看见家己有限，并且看见上帝的疼。所以伫第3节下半段先有讲，无爸囝对你得到怜悯，无爸囝，咱的科学本就是孤儿。孤儿的意思就是，伊真无助，伊真软弱。伫当时，一个囡仔若无老爸是无法度生存的。但是咱看到伫旧约也是新约，拢有一个观念，你甲咱讲，上帝是孤儿寡妇的上帝，上帝要照顾孤儿。所以虽然这以色列人因已经无人无物件通倚靠啊，好亲像是一个孤儿共款，但是上帝要成做因的爸。共款兄弟姊妹，当咱愿意将咱过去所倚靠这物件撇掉，这项万行有的上帝就要成做咱的倚靠。既然咱的上帝是丰富的，咱的这个老爸是丰富的，是掌权的，安尼咱有啥物通惊的吗？所以接续落来经文，咱看见就是上帝要讲伊要安怎恢复这无老爸孤儿，互因会当脱离无助的环境。伫第4节顶半段，伊讲上帝讲我要医好伊，但是上帝医治的毋是因国家的状况，毋是因的经济，毋是因的生活，毋是因的外交。上帝毋是医治因肉体的病痛，而且讲上帝要医治因的背叛。所以，什么叫做医治因的背叛？就是上帝要主动甲因和好。这个背叛是啥引起的？是以色列人引起的。因主动破坏甲上帝之间的迄个力量。咱来回想伫何西阿第1章，上帝爱何西阿先知将伊的第3个囝号名叫做啥？罗阿米。罗阿米的意思就是讲，上帝无搁是以色列人的上帝，因的关系已经是破坏啊。所以咱看见，但是到现在，上帝怜悯发起，上帝讲我要医治因，迄个破坏的关系，我即时要来甲因医治，我要甲因的关系搁好。其实咱看见伫以色列人的历史内面，上帝毋单一摆，上帝是侪摆提到讲，伊要医好人背叛的病。亲像伫耶利米先知的时代嘛是安尼，伊讲伫悬的所在听见声，就是以色列人提口恳求的声，就是因为因惊写寄的路袂记得因的上帝，恁遮的背逆的囝儿啊，就倒来，我要医好恁的背逆。而且上帝嘛讲，我要医好恁的背逆。我上帝毋是讲我要医好恁国家的状态，我毋是我要医好恁的经济、恁的外交，毋是。上帝讲，我要离开，我要医好恁离开我的安尼一个病。所以咱看见，虽然人一再背叛，但是上帝嘛一再施落伊的恩典。所以伫遮嘛呼吁咱的兄弟姊妹，咱定定为着咱家己的需要来祈祷。咱求上帝赐咱食，赐咱穿，但是咱嘛爱为着咱的背道来求主来医治。什么叫做背道？咱拢想讲，无我内底拢来遮做礼拜呢，我哪有背道？咱拢想讲，伫经历宗教迫害所在，亲像有的信徒伫其他的所在，有的信徒会互要求打耶稣的像，爱否认家己是基督徒，这才叫做背道。其实背道即个意思是啥？用脚趾饼面对上帝，用背向着神，用脚趾饼面对上帝，这非常讽刺。上帝百姓得到恩典，应该是面向上帝来行，但是竟然颠倒变是行离开上帝，用脚趾饼来面对上帝。也有可能是咱外表真敬虔，但是咱伫人生上确实背道的。亲像真侪人因一世人拢称家己是基督徒，但是较无有100个时代过教会，但是伊讲因是基督徒，这嘛是叫做背道。所以咱毋
咱毋通想讲背道离开上帝的掌握，就会当得到完全的自由。无咱毋免来做礼拜也非常自由，无咱想要做啥就会当做啥，咱免有遮教条的规范，真自由。但是实际上，背叛上帝的人内心是非常痛苦的，离开上帝的人内心是非常痛苦的，因为伊一直认为上帝无公平，伊认为上帝无听伊的祈祷，但是认为讲人哪会当安尼对待伊欺负伊，所以伊是带着一种怨恨恶毒的心，根本无法度互伊有心有平安。伫耶利米书第2章19节有讲，你家己的歹要警戒你背逆的事要责备你，你安尼通知通看出，你气煞你的上帝，无尊敬为我的心，就是歹搁艰苦的事。所以，伫遮看到一个离开上帝的人，毋是自由呢，其实伊的内心是歹伫处罚伊家己，伊背道的事咧处罚伊家己，毋是上帝咧处罚伊。所以，弟兄们，咱的心，咱的内心，若有啥物恶毒、不平，咱毋是离开上帝、离开教会就准拄线的。咱爱互上帝医好，咱来恢复甲上帝甲人的关系，毋通互即个恶毒亲像病毒共款，不断去吞食咱的灵魂。再来共款嘛是第4节，咱看见上帝安怎怜悯即个孤儿。上帝讲我要白白疼因，因为我已经对因煞我的受气，白白疼因，兄弟姊妹，白白是啥物？互咱的和合本书讲甘心爱他们，白白疼因，就是咱毋免付出啥物，就会当得到上帝疼。咱知影原本上帝就是疼以色列人，但是因主动离开上帝。就亲像咱伫第1章、第2章，咱看见何西阿先知的婚姻，伊非常疼伊的太太，但是伊太太对婚姻无忠实，主动离开伊。所以同款，咱看见何西阿先知的婚姻，咱看见以色列人因甲上帝的关系，就是安尼。兄弟姊妹，咱若是上帝的，面对即个一再背叛咱的人，咱敢会无条件？搁一摆来接受伊咧，无可能。咱会甲伊同条件，你着爱安怎做哦？我会甲考虑定心来听你。但是咱看见上帝无甲人同条件，上帝讲我要白白疼因，只要因转来到我面前，我就要白白疼因。伫即个本营内面有一个定定做毋着代志的兵，第一。即届做毋着代志了后，搁互人掠去军事法庭伫遐受审问，所以即个书记官就念伊的名。哦，即个审判官听着讲，搁是即个人，伊就讲：哎呀，这是啥物状况啊？即个毋惊死的人，咱该拍、该关伊监狱，啥物处罚咱拢试过啊。但是伊继续做毋着代志，到底咱是要安怎办咧？即是有一个军官讲：是啊，咱啥物代志拢试过啊。毋过有一项代志咱还袂试过，所以这审判官非常好奇问讲是啥物代志，请你讲。这个军官回答：一项代志就是咱还袂赦免伊，赦免伊。这审判官感觉非常奇怪，伊就命令人将这个人，这个犯错的兵带到伊面前问讲：你有啥物话要讲无？哦，这个兵惊到要死，伊讲无，我真正我知影讲我做毋着代志啊。我一定会受到真严重的处罚。无想到即个审判官讲，好，既然我啥物方法拢试过，你犹原是继续做毋着代志，安尼好啊，我决定宽容你一摆，你得着赦免啦。哦，即个犯罪兵听着安尼判决，实在是讲袂出话，目屎不断流落来，并且非常奇妙的是，经过即摆的赦免，竟然改变即个人一生，甲伊的生活。伊真做是一个正直搁规矩的人，咱姊妹咱拢亲像即个兵，毋是吗？咱的一生不断去做毋着代志，上帝嘛想尽办法要改变咱，但是咱就亲像遮以色列人，咱不但无改变，并且咱是哪来哪歹。上帝讲伊爱咱。原本是爱咱为着咱的罪，爱付出迄个代价，
所以罗马书安尼一句话讲，罪恶的工钱是死。咱原本因为应该得到的，是咱灵魂永远的死。但是上帝恩典必有解。伊即段经文继续讲，若是上帝的恩赐是永远，在伫咱的主基督耶稣。罪的工钱是死，原本咱应该永远的死，但是上帝恩赐，在伫因为咱信耶稣基督这个救主，咱要得到永远。所以上帝讲赦免因为我是主爱。所以赦免这以色列人，上帝嘛赦免咱，互咱因为主耶稣基督，咱来得到永远国。咱伫读罗马书的时，会感受到上帝对咱特大的疼，特别伫咱做罪人的时。若是上帝显明伊本身疼咱的疼痛，因为咱要搁做罪人的时，基督替咱死。毋是咱做好人的时，基督替咱死；毋是咱做有才调的人，基督替咱死；是咱做有罪人的时，基督替咱死。20讲，总是罪过罪，就恩典伫遐一发充满。咱的罪哪多，咱就看见上帝恩典哪多。所以上帝将伊的疼白白赏赐互咱，但是咱袂当利用伊的疼一再来犯错。伊罗马书第6章第1节到第4节嘛安尼讲，安尼咱要怎样讲？总无长长点伫罪恶，互恩典加添侪吗？伊个意思就是讲，既然上帝的恩典伫罪的所在一发加添。安尼我就犯罪，互上帝恩典哪来哪做，敢会当安尼咧？毋是，保罗讲断毋通，因为咱罪迄面已经死啊，减咧犹原伫罪中来活吗？也毋知咱既若捌受洗礼来入基督耶稣，是受洗礼来入伊的死，所以咱既然对洗礼来入伊死，甲伊同排作。是亲像基督对爸的阳光对死人中好活，也要互咱安尼行伫活命的心款。但是，即个保罗讲，绝对毋是安尼。咱绝对袂当利用恩典一再犯罪。因上帝恩典，上帝赦免咱是互咱一个改变的机会，毋是要互咱过一届犯错的机会。所以，咱若想要利用上帝恩典，继续来做毋对代志，继续犯罪，最后结局嘛是行毋入路。如果咱看见上帝要安怎来帮助这个孤儿，上帝讲，我要伫以色列亲像露水，意思就是讲上帝听亲像露水，要润得因的性命。所以，第5节才有讲到真济的花草要合花。橄榄树、香柏树、五穀、葡萄树、松树，这拢是以色列人伫生活中间所需要的物件。这物件有诶提供因生活的来源、经济的来源，有诶是起圣殿的材料。所以，这就是甲咱讲，当以色列人倚靠上帝，离开偶像，因就要得到上帝的滋养。然后上帝要恢复因的丰富，上帝要恢复因的美丽，并且供应因一切的需要。那你即摆咱对大自然的现象，咱会当看见，伫暗时，这花草因将无爱的二氧化碳甲吐出来，然后伫一清早太阳拄出来时，因的毛细孔拢拍开的时，来接受落水。这植物的性命就得到润泽，得到滋润。咱嘛是共款，当咱犯罪、认罪悔改了后，咱毋免惊空虚，毋免惊讲我已经离开我过去所倚靠的，安尼我要安怎咧？咱若赢之信心进入咱的生命，就亲像露水共款，咱的生命嘛要得到换新甲润泽。今仔日咱读完何西阿全部的册，但是咱看见伫上尾章上尾节有讲，
一twe是智慧的人会明白这个事，一twe是通达的人会知这个。因为上主的道路是正直，义人要行伫迄中间，悖逆的人要跋倒伫迄顶面。这好亲像是一个结论，但是嘛是一种挑战甲质问。咱姊妹，你要做智慧的人，也是有功的人？你要诚做义人，还是做人呢？主前700几年的以色列人选择做一个继续行伫罪恶中的亡人，所以因的下场是啥？就像毁灭。2000年了后的咱的选择是啥物？所以，毋茫讲，咱会当诚做是一个有智慧、愿意选择跟着主耶稣道路的一个人，咱做伙来祈祷。